来看前立委陈柏惟去互查某志工指控用民公司性骚扰。陈柏惟昨暝伫面册会室内讲，家己无资格做民意代表候选人，要退出明年的选举。我认为，我们当时经历了选举、罢免、补选的这一段时间，你一直都是志工团里面的一份子。在志工团里面，大家有开心、有悲伤的时光，但是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造成你的不舒服，或者是不谅解，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。红罢免的前基进党立委陈柏惟本地要阁出来选台中的立委，不过说去互过去竞选总队的查某志工指控用民公司性骚扰，佮讲要找伊做代理淫妇。陈柏惟是透过面册会室内讲，家己连支持者都照顾袂好势，无资格做一个民意代表候选人。2019年的时候，当时性骚扰的